自2024年4月26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做歹恶毒，自找死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52篇第1节到第9节。有权力的人啊，是安怎你规日为着做歹代伫夸口？上帝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你制造是非、图谋、毁坏，你的真内亲像铁头刀。你爱歹赢过好，爱白贼赢过讲义理。欺骗的人啊，你爱讲一切吞食人的话。上帝会掠你，对布边甲你拖出来，对活人的地甲你背出来，伊会永远甲你毁灭。义人看见会惊畏，铁笑伊讲：你看咧，伊就是无倚靠上帝的人，只有倚靠家己的财富，伊倚靠的反转直到家己毁灭。毋过我亲像上帝殿内青翠的橄榄树，要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。因为你安尼对待我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要伫你圣的子民面前仰望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真好。做歹恶毒，自找死路。诗篇52篇的背景出自撒母耳记上卷21章到22章。大卫逃避扫罗的迫害，经过拿伯城的时，甲祭司阿希米勒讲伊伫执行一项王的任务，请求祭司提供食物甲武器。阿希米勒相信大卫，甲换落来的白色饼和大卫杀死歌利亚的刀拢交互伊。无拍算，这代志互扫罗的拓幕长多益看见，伊就去甲扫罗报告。得意的扫罗随时调返阿希米勒顶人，佮根据得益的举报，认定阿希米勒甲大卫交结谋反。阿希米勒申辩，伊和大卫拢是忠心的。无奈扫罗的杀心已起，要杀害祭司。王的手下尊重上帝的祭司，迟迟毋敢动手。扫罗转移命令得益下手，得益无迟疑就斩杀拿伯城祭司共85名，佮杀死因的厝里的人和精生。大卫知影即个代志了后，非常悲痛和内疚。伊知影是家己的行动间接导致遐个人死亡，但是得益的恶意举报，应该是互拿伯城遭遇不幸的主因。诗篇52篇第2节到第4节讲：你制造是非、图谋、毁坏，你的指真内亲像铁头刀。你爱歹赢过好，爱白贼赢过讲义理。欺骗的人啊，你爱讲一切吞食人的话。透过诗词，大卫毫无保留对得益的恶行严厉谴责。面对歹人歹事，家己却无能为力去改变，也是反击。相信大卫的内心充满真侪复杂的情感。可是大卫无乱阵脚走偏方向，反倒是搁较坚定追求上帝的带领。大卫在讲：毋过我亲像上帝殿内青翠的橄榄树，要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。善妒多疑的扫罗，简单因为得益的指控，就杀害有资格穿以弗得的祭司，甲城中大大小小的性命。得益无悔悟家己的恶行，反倒助紂为虐。
伊检采如愿对扫罗得到伊所期盼的好处。可是，诗篇52篇提醒世间人，上帝落马会对遐个行歹的人进行审判。咱应该相信上帝的公义，知影伊袂互遐个背叛和邪恶的人逃脱应得的惩罚。伫咱的社会，袂学得发现一寡掠家己做中心、追求个人利益、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人。这人可能会忽视道德和伦理原则，甚至不惜伤害别人来达成家己的目的。因可能通过诈欺、贪污、诋毁别人，也是利用压迫弱势团体来获取权力甲财富。咱检采无法度随时来处置这个人，佮改变现况，总是特别的经历带互咱深刻的提醒。像使歹人一时请赢，属上帝人也毋通同流合污，还着遵守上帝的规范。伫所掂环境中仰望上帝的拯救甲恩带，远离邪恶，佮尽力追求公义，互自身的性命诚做荣耀上帝的见证。立想，我是毋是伫生活中表现出骄傲、自私，或者是试图借着无正当手段来实现家己的目标？我是毋是伫生活中表现出骄傲、自私，或者是试图借着无正当手段来实现家己的目标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公义慈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伫逐日的生活，用你的真理做指引，袂盲目追求个人的利益，互别人遭遇到无公义的对待，或者是伤害。谦卑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